各位同學，今日我哋咧溫習一下實用文寫作演講詞嘅體例同埋格式。首先第一樣嘢，我哋睇下個結構。其實喺演講詞嚟講咧，個結構好簡單嘅。咁就我哋留意啦，引言、主體同埋結語，其實係所有實用文都必須有嘅。咁我哋唯一要留意嘅地方咧，就係個稱謂嗰方面啦。呢個咧就有少少特別嘅。咁首先我睇稱謂啦。稱謂嚟講咧，其實就要根據咧嗰個次序嘅，就係先尊後卑。咁譬如話啦，喺學校嚟講咧，我哋首先就係校長，跟住各位老師，跟住各位同學。留意下，凡係所有呢啲重要人物啊、校長啊嗰啲嚟講咧，甚至乎老師如果要需要提到嘅時候咧，我哋只係講個姓名、姓氏，就唔講個名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如果有一啲特別嘅嘉賓嚟講咧，咁我哋就會擺喺校長嘅前面嘅。即係如果有譬如話你有陳局長嚟講啦，呢啲係嘉賓嚟嘅。嘉賓咧係重要啲，因為我哋中國人咧非常之有禮貌嘅，咁所以咧就尊重嘉賓嘅，先至跟住講自己學校嘅。咁所以陳局長係第一，跟住第二咧就係許校長啊。跟住第三啊，就係各位老師啊；第四啊，各位同學。好啦，至於引言啦，引言部分嚟講咧，呢個演講詞嚟講啊，我哋首先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打招呼，例如早上好啊，大家好啊。第二就係介紹自己啦。你係咩身份啊？第三就係表示咧一個禮儀啦，就好高興或者咧就係好榮幸啦，嚟到喺度咧呢個場合咧，同大家做一個分享啊！留意啦，高興同榮幸嘅應用啦。一般嘅場合啦，譬如早會嗰啲嚟講咧，我哋只係需要咧就係高興就得㗎啦。咁如果咧係一啲典禮啊，咁嗰啲咧我哋就用榮幸啦。咁呢個咧就係首先要做嘅。跟住第二樣嘢啦，留意啦，第二同第三咧，基本上咧就係所有實用文都需要具備嘅。第二，你需要揾出咗咧個背景，即係咩情況底下你嚟呢度咧做大家分享呢一個題目㗎，同埋咧説明啦演講嘅原因同目的。背景同目的咧係最重要㗎，所有嘅實用文必須有嘅。第三啦，咁就係要介紹咧演講嘅內容要點。即係話其實用一句起兩句子咧就講啦，以下咧我會從邊一方面咧分享我哋嘅內容啦，咁就可以㗎啦。跟住咧就係主體啦。最後結語留意啦，我哋要視乎個情況啦。一般咧我哋就可以用謝大家或者多謝各位嘅。咁但係咧有啲情況啦，譬如話咧畢業典禮啊，或者一啲特別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哋喺謝大家同埋多謝各位之前嚟講咧，就需要有一個咧祝福嘅。好啦，咁嗰個演講詞嗰個內容咧，大致上就係咁啦。咁至於嗰個主體內容咧，咁我遲啲會再同大家再講啦。